欧洲国家讨论要援助乌克兰所造成的气管架联盟。这峰会结束虽然无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不过参加的领袖拢支持伫咧停战进前要解除对罗西亚的制裁。另外，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接受访问的时阵，勇向讲出罗西亚的总统普廷特别过身啊，是到战争的结束。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20个欧洲内的领袖，伫做伙翕相进前，甲泽伦斯基亲切问好。这场要讨论乌克兰援助的志愿者联盟，比2月峰会的人数更较侪。看会出来，伫美国川普出手分别协调落伍了后，欧洲力量快速团结。针对研发两国进前提出要带各国伫乌克兰各地部署威慑部队，马克宏趁这机会是讲，这毋是一支威吓部队，未来只要伫当地去俄罗斯攻击，这个部队会做回应。Ces forces de réassurance, c'est l'objet de la proposition franco-britannique d'il y a plusieurs semaines, n'ont pas vocation à être des forces de maintien de la paix. 虽然针对维和部队，欧洲各国无共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伊就讲，无派部队去乌克兰的暗算，敢希望川普会当加入后一届欧洲的会商。不过马克宏表示，维和部队无需要各国的共识，研发两国会坚持原先的立场继续推送。另外，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甲美国的乌海停火谈判当中，开出解除罗西亚制裁条件，欧洲领袖认为无可能。Complete clarity that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lifting of sanctions. Quite the contrary, what we discussed is how we can increase sanctions. Entnehmen, dass Russland aktuell nicht an einem wirklichen Frieden interessiert ist. 到伫这个时阵，普廷嘛罕见提出，希望甲北韩等国家合作，共同结束俄乌战争。只不过，伊的想法是要伫乌克兰的土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В принципе,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д эгидой ООН,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даже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и друзьями, обсуд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веде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到底普廷甲美国谈停战的同时，对于乌克兰的攻势并无停歇，甚至阁持续攻打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泽伦斯基这个时阵竟然讲，伊伫参加巴黎峰会了后，伫接受一间欧洲新闻台专访的时阵表示，普廷已经活不久了。Він помре скоро, це факт, і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Тобто його питання він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 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72回，普廷近年来常常互人传出治疗癌症、帕金森氏症，还是中风。不过莫斯科方面是一直否认。泽伦斯基27这个讲法，搁再引起各界议论。不过伊并无提出任何证据，这也使得对普廷健康的疑虑变作大家谈论的话题。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